代表中华民国去参加世界杯的舞龙赛。这些孩子告诉我们，他们要争第一，所以他们选择一个最难的一个选项，叫做自选套路。他们融合西方的芭蕾元素进来，自己创造一个意境。在龙狮运动最高等级的赛会——世界龙狮锦标赛，和16个国家成人队伍较劲。卓兰10中舞龙队拿下1金1银，史上最佳成绩。成就感是什么？爽，舒服。第一，以前都是只是看而已，我们看的都是摸不到，他们现在看的都是你。客家地区极负盛名的舞龙，过去成员要有习武的基底，为了保卫家乡，现在往学校里扎根，发挥我们自己客家人的本色。舞龙也是客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。我们苗栗每年都有棒龙的一个活动。要有客家的特色，没有客家的精神。啊，这有客家特色，也有客家精神。要有客家的特色，没有客家的精神。人龙合一、翻腾、缠脚需要体力和默契考验。竞技龙属于高强度的套路，速度、强度、爆发力和技巧丝毫不能马虎。偶尔穿插着年轻的客家世代想表现的活泼情境。白浪滔滔我不怕，撑起舵儿往前滑。荷花龙则借由道具巧妙结合，化刚强转柔和，多了艺术美感。我们在经营这块，不只在训练学生赛，其实也是在耕耘地方文化、客家文化。设定目标，努力不懈，拿下了世界第一。全队获得体育资优保送机会，辛苦没有白费，而且骄傲地把自己家乡的客家文化展现在世人眼前。上课喽！要有客家的特色，没有客家的精神。要有客家的特色，没有客家的精神。谢谢宗仪老师。